台北碧湖国小今天举办山歌比赛，8名参赛者个个字正腔圆，唱起客家山歌。参赛者虽然年纪小，但是唱起客家山歌架势十足。小女生也很厉害，上台先以客语自我介绍后，现场清唱一段。心中安详不敢讲。原本不会说客语的他们，可是费了一番功夫，才能上台角逐冠军宝座。因为平常我妈在家里唱歌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听，就觉得山歌很有趣，所以就学了。我爸爸会唱啊，然后他就教我到底要怎么讲，然后就跟着唱。今天我们举办客家歌谣的比赛，也是小朋友在课堂上所学成果的一种展现。客语教学的成果，看看这些小朋友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。虽然冠军只有一个人，不过各个参赛的小朋友都是勇气可嘉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南投县国姓乡北港村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，今年获选文建会的重建区产业振兴奖。走进梅林社区，仿佛回到40年前的客家农村聚落。为了重建当年先民筚路蓝缕的生活面貌，社区理事长抛砖引玉，把老房子的门墙拆下来当博物馆。从陈列的农具，让人深刻体验先民胼手知足的开垦精神。北港村四面环山，村民除了务农之外，就是伐木为生。这2个大锯子是早年的伐木工具。当地有一句谚语，把务农和伐木的工作辛苦表达得很传神。而家嗰個年度本人講嘅愛農勤技吼。從民路很多都沒去，因為這講你還做這項事情就挺辛苦。隨着時代變遷，北港村早已蛻變成現代化的農村。近幾年朝觀光休閒農業發展，村民共同努力的成績也獲得各界的肯定。未來轉型啊，吼，大家呢做個什麼大變，做基本經驗啊，吼。得到了經濟部編選啊，吼，因為規劃該重建起啊，吼，產業復興獎啊。北港村民發揮客家人應景精神，凝聚共識，打造鄉里。1年多來，這裡參觀的遊客絡繹不絕，讓地方的文化產業充滿無限生機。民視新聞李坤熙南投報道。坊間最近出了一本《台灣客家地圖》，內容介紹全台各地客家莊以及風土人情。想知道全台灣客家莊的分布位置嗎？想了解客家人的風俗習慣嗎？翻開這本台灣客家地圖，可以幫你解決各種疑難雜症。為了搜集完整的資料，作者全台走透透，實地採訪，2個人花了2年的時間才完成的作品。其實台灣東道嘅地方有客家人，比如講日本書方有介紹到那個種花，嗰個喜樂，嗰下去人哋都介紹當少年去談嘅主題，就講斗六，園林工藝高級嘅那個太平鄉。目前正在讀博士班的吳忠杰，今年才30歲，打從大學時代開始就熱愛客家事務，延續客家文化已成了他的使命。我替清華太好嘅時間，因為我介紹佢哋客家文化係因為佢哋係中文那個課程嚇。當到學生嘅唔係漢語嚇，所以我係針對主題語言嚇，還個有文化。吳忠杰說：“希望借由書中的文字，帶大家認識客家人，認識各地不一樣的客家風情。”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